可豐中學開辦至今40年，與香港社會一同成長。面對外在環境不斷嘅轉變，可豐中學始終秉承黃大仙師普濟勸善嘅精神，本着學生為本、因材施教嘅辦學原則，致力為區內嘅學生提供最適切嘅學習機會。喺歷屆校董會具前瞻性領導之下，可豐嘅全體教師均積極面對各項嘅挑戰，肩負起任重而道遠嘅教育工作。今日可豐已經成為區內一所具代表性嘅學校，亦都為香港培育咗一批又一批嘅人才。多年嚟，可豐得到家長嘅愛戴、街坊嘅認同，辦學成績有目共睹，同人深感驕傲。教育關係一個人嘅未來同埋整個社會嘅發展，重要性可謂不言而喻。我哋為可豐中學今日嘅成就感到自豪，但絕不會因此而自滿。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教育需要與時並進，隨住社會嘅步伐，我期望可豐嘅校董會同埋教師團隊繼續同心協力，配合教育嘅趨勢同埋學生嘅需要，策劃學校嘅未來發展。我深信可豐嘅優越條件，加上家長、校友、各界人士嘅支持，可豐必定喺教育界更有輝煌嘅成就。期望各方賢達時加指導，令可豐中學精益求精。再一次代表嗇色園熱烈歡迎曾主席以及今日出席嘉賓，謹祝各位事事順利，身心康大，家庭幸福。多謝。各位嘉賓、各位家長、各位同學，我非常之榮幸應邀出席可豐中學創校40週年校慶嘅呢一個典禮，同我哋在座各位一齊分享可豐中學辦學40年取得嘅成就同埋光輝。論語記載孔子總結佢嘅成長以及經歷咧，呢句説話我相信我哋同學咧都熟悉嘅。孔子咧佢話：50有5而志於學，30而立，40而不惑。孔子咧係聖賢，佢到40歲咧已經可以洞察一切嘅實質，可以不受表象或者任何錯誤嘅信息迷惑，所以佢好有信心咁講咧，話佢40而不惑，唔係每一個人都做到嘅。譬如我而家咧年近古稀啦，仲未敢話自己咧已經屆不惑之年，有好多時遇到好多迷惑嘅事咧，都係諗來諗去諗唔通。但係咧，如果用不惑之年嚟到形容現在慶祝40週歲生日嘅可豐中學咧，我相信咧係非常之名副其實嘅一個寫照。從剛才開始嘅時候，我哋睇到嘅一段介紹可豐中學嘅短片，見得到學校咧係唔單止有非常之豐富多姿嘅校園嘅生活，非常之充實嘅學生嘅學習經歷，而且咧無論係喺學術嘅成績以及課外活動各方面，都有非常之驕人嘅表現。正如好似陳校長講咧，的確係韻文韻武。如果話咧，嗇色園創辦可豐中學，從一開始就已經有好鮮明嘅辦學理念，咁樣經過呢40年嘅努力耕耘，我相信咧社會都公認可豐中學已經係一個有非常之明確嘅辦學方向，有贏得家長同埋社會廣大人士信任嘅一個辦學嘅宗旨，係一間剛才校監主席咧，黃主席都好謙虛咁講咧，話區裏邊嘅一個代表性學校。實際上咧，喺全港嚟講咧，可豐中學都係非常之得到社會廣大人士所嘉許嘅一個學校。
所以我呢度咧，首先係對嗇色園嘅辦學成績表示祝賀，亦都對多年來學校裏邊各界嘅校董同埋老師付出嘅努力取得嘅成就咧，表示敬意。我喺呢度咧係再次祝賀海豐中學辦學40週年攞到嘅成績，祝願學校喺未來嘅日子各方面有更加輝煌嘅成就。多謝大家。今日嘅典禮除咗為校慶活動正式揭開序幕，亦都象徵住何豐中學昂然進入一個新嘅紀元。我期望全體嘅教職員工繼續努力，迎接新嘅挑戰，亦都更加希望各位賢達時間康復，令何豐可以喺各方面都能夠精益求精。最後，我祝在座各位平安喜樂。今日何豐中學嘅全體師生懷住興奮嘅心情共聚一堂，迎接學校40歲嘅生日。我哋喺台上準備咗一個